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的，我是吴义勇。以前呢，嗰度乡下嘅后生诶，係想辦法為去讀書。而家嗰度後生誒，想辦法為佢家鄉哦。今日喺裏邊呢，伊係我嘅同鄉嗬，咩來自屏東聯絡，伊係一位視覺設計師。今日都邀伊來同我哋分享伊歸家鄉嘅故事。伊係黃百成，百成好。大家好，我是黃百成，我係在聯絡。很高興能夠上這個節目來分享一些關於我創作的故事。非常歡迎百成哈，我係同鄉，感覺雖然第一擺見面，好像就有一種熟悉感哈。多多都有先講一下，不過呢，還係先請百成同觀眾朋友紹介一下你自己好嗎？好，我黃百成啊，請白色好，我係下巴魔鬼琉璃的啊，我係閩南人跟客家人的混血，那我自己都會笑自己說我是一個混血兒。對，那我住在林洛這邊，然後我從小給阿公阿婆，然後也給阿公阿媽帶過，所以我兩個語言我都會說。哦，你係爸爸係河洛人，媽媽係客人。係。哦，不過你當天拍好就係頭都有同觀眾朋友講係視覺設計師。好啊，你係大學開始就去讀設計嘅係咪？係，我大學的時候就在接觸設計，不過我從小就已經有在學習畫圖了。對，那年紀很小，大概3歲4歲的時候就開始慢慢的接觸到美術這一塊，尤其在藝文領域。嘿哦，3、4歲，你從細就會畫圖？應該是說我生年的時間哈，我沒有兄弟姐妹。對，那因為我的爸爸媽媽覺得我自己一個人會太無聊，那就讓我去學習一些才藝，然後開發一些潛能，那就沒有去給我做其他的設限啊，什麼都有去接觸，然後在畫圖的部分會比較有興趣。那畫圖就是屬於一種很隨意的瀟灑的揮灑的一個過程，對，然後就畫着畫着，慢慢的畫出興趣來了。嗰座我哋一下看到也上部畫，佢講呢嗬，如係唔畫嘅，如係廿年係咪？我看到一部係17年呢，嗰座我係刺繡體吧？有，但是要有時間，因為通常畫畫會需要一個很沉澱的、很平靜的一個環境。那在這環境裡面呢，我們就會慢慢的去自己去醞釀一些對畫畫上面的感覺，然後就一直把它畫出來。嗰種一上面如係咁樣嘅材質係咪？大概這是色鉛筆。對，那彩色鉛，那我們都知道是彩色鉛筆啦。那色鉛筆畫圖呢，就是我們會慢慢透過顏色上面的堆疊，然後去表現每一個顏色它在該能夠呈現什麼樣的色澤，然後透過你畫畫的筆觸去感覺你的質感跟觸感。現正學畫圖，嗰座上講太好路去圖設計係咪？但有點誤打誤撞啦。本來我要考的是美術系，但是因為陰錯陽差，一個不小心就走到設計了。冇讀好嘅，冇讀好。咁去圖嘅有就喜歡呢，係咪？有一些瓶頸。對，因為畫畫是美術上面的表現，可是設計又是另外一個不一樣的領域。那畫圖它是屬於自己內心上面能夠去表達，就是說，給人家看這個創作者他心裡內心的想法，甚至是當成一個藝術品來做欣賞。可是設計它更多了一個層面，就是說它需要去符合這個市場。那在這市場上，我要如何跟客戶做溝通？因為藝術跟美術。設計跟美術這兩個領域上面，其實都是做共通的事情，就是為美麗的事物去表達、去呈現。我們都在做美的事情，可是，在表現美的過程中呢，設計更多了一層，就是說我要如何透過繪畫的表現，透過我的設計的一些排版、編輯等等，來跟觀眾說故事，跟大眾說故事，不用透過我口頭上面的說明。可是，這個部分在美術上面或許比較沒有那麼大的，應該是說接觸，因為美術上面是屬於唯心主義比較多，就是讓欣賞的那些觀眾、欣賞的人去了解我們自己。那設計而是要把自己想的來告訴大家。係咪就因為啊呢？都想講太好拖鞋的，想要進一步去讀研究所。就是想要研究個理論的部分，係咪？研究除了理論上面，更重要是文化層面啦。對，那我的研究所其實也就在這附近，就是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這邊畢業的。對，那我們在做所謂的文創這件事情，
那是这几年一直蛮流行的。那这个其实当然是一个国家政策的一个发展。那在文创的表现上面呢，其实更多时候我们要讲的是如何把文化加上创意。那其实在这层面我就花了很多的心思去想，尤其像说是客家文化也好，闽南文化也好，甚至是原住民文化，亦或是我们像年轻人的次世代文化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不同的可以表达跟说的方式。那每一个这些文化的背后，如果你要如何透过包装，有可能是设计层面，有可能是商品层面，又甚至是你绘画表现等等。透过哪一种方式把它给包装出去、行销出去，那这又是另外一个层面可以去探讨的部分。我查一下你写嘅论文同六队有关的吼。嘿，侬会想讲我来研究客家喏？这就会回到我小时候，俺3年时间，俺就黑在林落嘛。那林落是六堆一个非常重要发展的一个客家乡镇。那林落总共7个村，7个村的人口结构都是客家人为主。那这在这7个村当中，其实是说我的生活环境一直都是在很自然而然拥有客语的环境。那这客语环境中，久而久之，你会对它产生一种情感。人家说的情感层面可能会大过你的理性层面。有时候会觉得我的自我认同上，我会觉得我比较喜欢客家文化。那就也就是因为这样，慢慢去研究说，那六堆能够表达什么？尤其在文创的领域上。大家都有提到，在客家委员会也好，或者是文化部也好，都会提到说相关的文化上面的表现跟创作，甚至商品。那客委会有那个所谓客家的一些创意的包装，甚至做行销、做推广。那在这些不同的台湾的客家文化当中，六堆又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那我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来研究六堆这一块，然后想想看六堆能够传达什么，能够表达什么？嗰種嘅論文地方其實有當然論文嘛，如果有理論基礎，最尾要做一啲同六堆有關嘅設計出來，人講我嗰啲貼片呢，係咪因為你做一個研究啊設計啊，想愛幾多家鄉？因為一般會想講做設計，都市會各有發展啊，你都會想講愛幾多家鄉來呢？回到家鄉來做設計這件事情，其實算是一個巧合啦，也不是說真的在家鄉做設計，是因為我從小環境在這裡，我想要就近觀察。對，就近觀察會大過於我在外面不斷的去透過網絡資訊、網絡資料，還要更來的直接。那我能夠取得第一手資料的方式會更快。那當然，在我們剛有提到就是關於文創。那同樣的，其實六堆我要做的，其實就是說把六堆的特色給表現出來。對，那我大學本來就已經是讀設計了。那時候我們就一直在講文創設計，永遠如果都只走向商品這一個層面，那它好像背後失去了什麼。那文創它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文化的意涵。那文化的意涵這一塊要如何把它包裝，透過設計行銷的方式把它包裝起來？其實這個我大學時候就有在思考了，只是說那時候還沒那麼明確。那也是因為說看到客家文化上面，尤其在六堆這一個部分，就加上自己的家鄉，然後透過一些第一手資料的研究等等，就發現其實好像可以在六堆這邊去找一個故事來做，所以就慢慢的把它給建立一個系統化的東西，然後創造所謂的 mark 或者是 logo， 去把它讓大家知道說，其實六堆不是這麼單純。透過我嚟講，我會發現咧到。個寺廟雖然講係混血兒，不過對客家真係個有感情嘅，對一個文化呢，蠻有嗰種使命感嘅感覺，嗰種想要來研究。研究嘅研究所討係的，就想講，我要繼續來做也相關嘅投入嘛。咁按用嚟潛咯，潛到嘅投入主要係哪一方面呢？工作的部分其實我沒有太局限自己說一定要走什麼跟客家相關什麼相關，但我會喜歡就是走跟能夠透過文化領域研究部分相關的。那我前一陣子有一個工作是在離港國小，那也是很特別，跟文化有相關，那個叫做閩南語課程發展中心，那就直接說我要做跟台語相關的東西。那我的本業當然是以專長上當然是設計，那就是想說如何透過圖像把它變成所謂視覺化的過程，讓人編輯在所謂教科書裡面，或者是說一些教材，讓人家知道說，那這個語言
如何学。但是学说以语言跟视觉化的表现，通常设计常讲，人是视觉化的动物，是视觉型的动物。其实眼睛接触到的是7成，耳朵只有3成，所以其实要透过先看到，人家说先看到再说出来才会听到，所以有看到有说到才会听到，才会学到这个语言。侬会后来有接触到公共艺术一个领域啊？公共艺术这一块，我可能要回溯到我以前学画画的过程。那第一个带我学画画的老师，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叫做林素梅，对，他是盐埔国中的美术老师，他最早带我进入所谓认识公共艺术这个领域。按照，那当然不是3、4岁啦，他是慢慢的在我读大学的过程中，我慢慢的接触到，发现有一些不同的基金会，例如学文创基金会、白兰氏基金会，又甚至是一些 NGO 组织，包含市展会啦、红十字会等等，会有一些所谓对于偏乡的美感教育的一些辅导课程或者是活动课程，他带我去认识他们，然后也带着我一边去透过，应该是说如何把美术，因为其实美术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它其实不太重要，对。那可是其实人是一个很视觉型的动物，我们都喜欢炒漂亮的东西、好看的东西，就买东西也是一样，我们都会找一个好看的、漂亮的，我们会先去留意到。那其实，在公共艺术这一块呢，它当然强调公共性。那在偏乡这里，他们相对能够获得资源真的并不多。从我们生活的当中，日常生活中，其实都会制造出很多回收物品。那我们可以说它也是一个讲法，就是垃圾就对了。那我们如何把回收物品来变成一个可以创作的一部分，那就会进到所谓公共领域。那在这个领域上，在偏乡资源其实反而会比较容易取得。那我们就把它变成用什么方式把它给做出来，然后慢慢接触公共艺术嘛，那公共艺术开始就变成纸浆，对，所以就是现场上面都有这些很可爱的小泥友，就是纸浆。头可能观众朋友也一段访问就有看到我哋做嘅朋友佢定然寫佢定整嘅東西，等下呢，我哋聊一下高強百成同我哋手機一個自講藝術。歡迎到進來福喜來嘅現場，今日嘅來賓係視覺設計師王百成。伊唔單止係視覺設計師哦，頭都有講到嘅，也有接觸共創藝術嘅領域。大家睇也做空看到佢定陣呢，也如係自講藝術、自講做嘅，係。家百成同我哋小結一下好唔好？侬會接觸到一個自講藝術。紙漿就是紙加上泥漿，那這個泥呢，不是泥土哦，它是水泥。那水泥这个，因为我的所有作品哈，尤其在公共艺术这一块，我比较强调所谓的互动性，还有一个就是沟通性。因为我还是回到设计领域上，我会提到就是所有东西是透过沟通，但沟通方式有很多种，公共艺术也是一种沟通的表达方式。对，那纸加上水泥的原因是在于说，我要把它放在外面，它要在室外能够呈现。那这些纸浆作品呢，其实在桌上所看到的这一个，其实都算比较早以前做的了。像我看，你感觉嗰種比例係冇咁樣嘅，嗬，而個光澤啊，嗰條有些把冇咁樣，嗬。嘿，有一點不太一樣。光澤當然就是我在上顏色的時候，因為這些顏色都是透過油漆上色。那油漆當然我們回到公共藝術的層面來講，如何讓小朋友先接觸美感？從顏色開始，那顏色呢，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我們如何讓顏色從很簡單的所謂3個顏色、5個顏色，慢慢變成它的倍數變化。例如3的倍數，3×3得9，然後5×5=25。我可以透過5個顏色轉出25個顏色，25個顏色變成70幾個，甚至上百種，就是從這種方式去做調色。那學習色彩這一塊，在小朋友的他們應該是說，在畫畫的過程，很多小朋友他只會畫線條、畫骨架，就把人畫得很好，不敢上色。
对，那这个是我在接触这些 NGO 组织，甚至老师带着我去在学他们那边所带领的那些小孩子，偏向教育的小孩子，他们都会觉得我不敢画画，我没那么多颜色，我要怎么用？那我们都会说，那你就尽情的来表现，告诉他配色的原理是什么。那色彩是很难的，我们要用很有趣的方式。那当然，我们就会有纸浆模型的方式来让小朋友能够勇敢的去表现自己，然后让他的作品能够展示出来。所以那这是我做的部分。那当然，在透过小朋友创作的部分，他也有在社区里面，也有在学校里面。嗰種除了呀細細隻嘅，你還有做其實係非常大型嘅嗰種咧，你可以同人哋小機器嘅作品嘛，那我有安尼嘅資源同沙奇合作，做出安尼嘅東西咯。那跟社區合作，其實也就是因為從接觸學開始嘛，那慢慢的就會有一些包括我的老師也好，或者是一些社區可能會注意到，他們想要透過紙漿藝術這種東西來能夠放在自己的社區、自己的家鄉裡面。那紙漿藝術它其實很容易取得，因為很重要的第一個材料就是紙了。那水泥其實蠻便宜的，那把它表現出來放在自己的家鄉裡面，它就很漂亮、很可愛。那在我的設計，在我做公共藝術跟設計領域上面這一塊，最大型的作品應該是在興隆跟德和。對，那興隆社區是做龍膽石斑。那龍膽石斑很大條，那又要放在一個他們的自己的，應該是說小公園裡面，那所以它必須要再更大。那個我印象中我沒有記錯的話，它大概就有2公尺高了，高度就2公尺以上。德和社區它所創造的就是5分車，那5分車的大小呢，我一個人稍微彎個腰就可以走進去車廂的模型裡，它真的是火車的司機車頭，而不是單純的車廂而已。因為5分車它就是5分車的車廂就是放甘蔗那個就是一個空間上面是鏤空的，可是車廂呢，它上面是包起來的，所以以它的大小是我可以走進去，它可以在有一個空間可以讓人家進去，甚至去模擬說我開火車的過程。你一開始會做腦杯係紙嘛，同父母奶嘅也紙漿，底杯嘅骨架呢，係用嚟做嘅。紙漿的製作過程呢，我們就是先從它一個步驟一個步驟開始好了。首先骨架當然就有提到回收物品，其實保特瓶、雞蛋殼，甚至你揉的紙團，它都可以成為骨架。對，但是骨架它一定要，但是如果放在外面，一定要夠堅固。所以剛剛我所提到這些都不能放外面的，它就當作像桌上這些小型的。對，那放在外面的呢，骨架就會透過要綁鐵了，就是想象自己是鐵工，對，你要如何把透過鐵跟鐵之間的編織，然後交錯的方式把它給綁起來。那綁骨架其實蠻辛苦的，其實每一個過程都很辛苦，但是所有的東西，我相信沒有透過辛苦的過程，你不會感受到，你不會感受到，你也不會嘗到所謂最後面那種那種成就感跟甜美的果實啊。那每一個作品的製作方式都是這樣子，對，然後透過骨架上漿打磨，然後再來就是上色跟上防水漆，這個大概就是紙漿在製作的大概這幾個步驟。對，你不用可以不用幾久啊？它可以放的時間，如果透過保養啦，大致上其實5到10年是沒有什麼問題。對，那這油漆都會褪色，因為它是水性油漆。那水性油漆它在外面久了，可能1年半2年它就褪色了。但是褪色有一個好處，我們再重新上色嘛。你第一次畫可能是什麼顏色，下一次畫又是另外一個顏色。第一次畫有點綠，第二次畫會慢慢變比較藍、比較黃、比較紅。你可以隨着你當時創作的心情去改變它的顏色，不要刻意的人為破壞，它都可以放比較久。對，那其實所有作品其實都一樣，它會經過一段時間後慢慢的風化。那因為紙漿它中間摻了水泥，所以它風化的過程也不會這麼的快。那還有一個有趣的點就是，為什麼紙漿它其實比真正的泥塑還要再輕一點點？那以桌上的這幾個，其實放在水裡面都是會浮起來的。咁嗰啲譬如係做幾個東西出來，應該就會花很久時間咧。不過喺開始做以前，其實就會同沙琪我先討論如果一個沙琪會做乜嘅，可能咩一定人講啊，乜嘅路乜嘅也討論過程可能咩幾久對，
公共艺术刚刚提到就是沟通性，那沟通不是只有作品本身的沟通，沟通还有一点就是我跟社区的人互动。那设计它是希望服务他人的一个工作嘛，不是我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社区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故事，应该说兴隆他们就是养殖产业，他说我这边就是养石斑鱼，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一个，对，这个叫做菜龟阿嬷。它是彭厝社区，这个社区很可爱，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故事，但是他要怎么说？他要说，可是我又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特色的东西摆在我的家乡里，我住的地方，他们就想一想，我们这里是务农的，那务农的其实什么地方在屏东很多乡村都有，他要创作一个务农的故事，所以我们就创造了一个菜龟阿嬷。刚才你讨论出来过后，甲做呢，做係大家共下做。还是设计师来做？一开始一定要我带，因为我们绑骨架要先知道造型的原理，什么样的造型能够绑出我想要的，什么样的造型绑出什么样的骨架，那什么样的骨架它就会呈现什么样的作品。对，圆的它可以变成所谓的猪猪，好，那方的就是方形的话，那可能就是车厢啦，或是什么，甚至是椅子。所以这个过程是需要我去带给社区，甚至在偏乡一样，我就带给那边的老师，有教会了他们之后呢，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然后又慢慢的往下执行，不会全部都由我一个人，因为其实在制作纸浆的过程它很久，那中间我还可以接触到其他不同的社区、不同的学校，那所以其实我不会在那个定点待这么久。就是会透过说，我先教你们到哪一个步骤，到了哪一个有任何问题，你们随时跟我联络。那到了下一个阶段，我再过来，我再教你们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如果今家有個步驟，我教你來做，下一集我再來教你。你講紙漿嘅歌場會幾久啊？要做幾久？我覺得講羅羅啊，就可以演嘅咩嚟啊？沒有。應該是說，從開始製作到完成這段時間，可能快的話1個月，那平均來講都是在3個月左右。伊個東西會按你做好，就會上上眼的。對，那骨架也不是一次就綁得好，它要透過不斷的鐵跟鐵的之間的交織出來，它的密度降低了，那水泥才可以糊上去。那水泥抹上去，紙漿泥可以抹上去的這個過程，還要等它乾。然後才能進到下一個步驟。還會等啊，會等伊走啊，也得。剛同安道沙奇合作嘅過程啊，有拄到講嘛嘅感覺過奇妙嘅、印象很深嘅事情。每一個社區都很特別，那每一個社區都很可愛，那其實每一個都很有印象。那我講德和社區好了，德和跟彭厝這兩個好了。那德和社區他們講的就是5分車。那其實他說我們這裡以前就是台糖的經過的5分車要經過的地方，這邊都甘蔗園，我們鄉下的人也都會養豬。那其實鄉下人對豬是很有感情的，跟牛是差不多同樣的概念。那他們想說養豬，他們就提到說，其實豬會被火車嚇到，然後嚇到豬會亂跑，有時候會追着火車跑，有時候往反方向跑。我覺得這個故事很可愛。那我覺得，那我們就來做一個有5分車經過的路上，那就有很多豬豬在那邊。當做一個所謂的一個表現，就是回溯他們的故事。那他們覺得，這邊社區老人家也好，長輩也好，小朋友也好，他們覺得聽一聽好像好玩、有趣，就來做。那最後做出來其實都蠻可愛的，尤其是豬豬真的很討喜啦。你那個豬還蠻大的，那個是縮小版，那大一點的就跟椅子一樣，那小孩子就會很開心的坐在豬豬上面。那其實做紙漿的過程呢，我會比較偏向就是說，不是我一個人做，而是帶着大家做。那帶着大家做，就是因為要體驗做任何東西都蠻辛苦的，因為你要辛苦的參與，才會知道以後要懂得珍惜跟保護。安尼幾好呢吼！如果喺人哋即個沙期，尤其頭都講到火柴，就講到嗰種幾道地方旅遊嘛吼，5分柴一種。唔過喺嗰度停住嘅，有冇可用嘅吼，同配啲地方有一個特殊性出來嘅。如講自家嘅故事，和自家來做，都幾有意義呢吼。我講我把成個奇妙，伊做一道同菜體，連接嗰詞咩東西。唔單止係伊睇自家嘅家鄉啊，伊去年呢和自家猶太家吼來辦嘅一隻來客饗宴吼，嗰啲配啲東西。人哋了一下聽過繼續唱把成同人哋小姐。
非常多种来福喜来嘅现场，今日的来宾系4个设计师王宝成，多宝成同我们分享吼，佢度一做也共享艺术啊，自强艺术，如果度佢奇妙嘅故事吼，唔但请人哋能做很多事情吼，而去年呢还有睇家乡联络吼，办了一只来客上演来客飨宴，也两位上去办也嘅活动呢？来客飨宴这个活动，它其实是来一场飨宴的一个谐音。对，那也是结合我们在地，尤其是林落。其实林落有很多有想法的年轻人，跟我差不多年纪的，那他们就会想说，好像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而不是把想法都一直当作想法，能不能找一个场合，然后一个好的日子把它表现出来。那我们也是集结了一些在地年轻人，包含一些专家、老师他们来讨论。林落有按到好上的哦。有。差不多有一多年啊，咱嚟乡下来做也嘅活动诶。10几20个哦。按到，按到就有想法啊，回到家乡来嘅后生诶，想去乡下做一件事情。对。刚刚有讨论过久冇，也嘅活动我用嚟办。有，其实2-3个月对，讨论了很久，主要就是我们在规划来客飨宴这个主题有哪一些。有人想要，以我来讲，我希望能够把客家文化能够推广出去。那这个部分就会提到文创了。文创不是卖商品，而我卖的也是文创，但我卖的是一个概念。我在传达的是一个概念，让人家知道客家文化，知道林落这个地方。对。然后也有人想要说，那我想要介绍客家的食物吃的部分，有人讲到就是庆典、祭典，甚至是音乐。那我们就规划了3场活动。对，那来客飨宴它就是一个主标题，底下有3个小小的主题活动，有所谓的来食府、来听歌跟实在地，对，把大家的概念集合起来，在这3个活动里面把它给呈现出来。来食府係咪？食府就係我哋嘅年尾嘅時節，年末愛來，家都係請大家來食，係咪？就係正經食府。對。對。應該是說。來食府就是我們那邊常講的，就是說晚福。對，那晚福這個活動其實是跟祭祀比較有相關，尤其是關於八公。對，那八公其實八公它就是我們如果沒有特別去講，可能就會覺得說，那就是自己的親戚啊，伯公啊、伯公啊，就要八公。可是客家話講的八公，還有一個層面表達就是土地公嘛。那食府當然提到就是跟祭祀相關，那祭祀當然所謂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那八公的概念就是說，他是我一個很親近的一個土地公，就像我自己很親近的長輩一樣，很親切的長輩，因為有他的庇蔭，有他的照顧，然後我們來感謝他，所以才有所謂的晚福宴、晚福這個活動。那來食府當然就是說，大家一起來，我們來感謝土地公這1年來對我們的照顧以及你的庇蔭，然後我們也祈求，就是新的1年，展望新的1年，能夠風調雨順，也可以保佑大家平安健康。聽嘢都係音樂會係咪？那音樂的部分呢，我們就有請到彭佳妮來這邊現場演唱，來唱一些客家歌也好，然後甚至是我們當然沒有那麼局限，一定要唱客家的啦。那當然只是說，因為我們在客家村莊，難免還是需要能夠多聽一些客家語、客家話的東西，那也就請他來唱一些客家歌曲。那來參加的人當然不是只有林落自己的本地人啊，也有外地人啊。那外地人想說我聽不懂客家話怎麼辦呢？那好，沒關係，你可以來聽其他的，像說來學這個語言也好，甚至說那聽你一點熟悉的，那我們來播放閩南語也好，甚至閩客混合的那種歌曲都有。啲上面係乜嘅活動？實在地，那實在地就比較單純了。那我們當時想到一個很可愛的 slogan，就是我們常講說哈密瓜有哈味，那客家味是什麼？那客家味其實就是重香氣嘛，尤其是客家的東西都很香，除了米食、麵食之外，然後飯啊或者是飯啊這些，甚至是
昂不贵那一种。那我们都知道有这些东西，那再来就是我们主餐上面，我刚提到的香气。那香气在客家的文化的吃的这个过程，其实它还占很大的一个成分，但是吃又有不一样的，它的配料不同。那它的配料不同，当然各个地方都不一样。那我们就来吃看看属于自己零落的味道是什么。那韩国认真还有做一个宣传的，系咪？宣传呢？我们有做一个宣传的，这个叫做客语小字卡。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呢，不管你是什么族群也好，当然客家人就很简单了，因为呢，我们的字卡部分有这一个，有所谓的，加上我对就是设计这个层面啦，之前有在离港国小那个闽南语中心想到的，我们如何把语言视觉化给表现出来，所以呢，我们就有所谓的安讲、安孬，甚至是所谓的安 Q 后某、施暴某，把它给画出来。然后呢，来参加的人一定要经过念完这些，才可以入场。哦，通关密码呢？对对对。哦嘿哦，唔会少呢，仲可以体验系拖起安呢。哦，差不多5个啦，5个左右。哦，刚刚拍那个回响用呢？回响其实是蛮好玩的，因为在这个活动中，我们也邀请乡长，乡长还带了7个村长一起来。对，然后当然有提到彭佳妮，他也有来，所以其实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当时也有一个新唐人的记者，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来跟我们做采访，其实回响真的不错，他们就说，从来没有想过客家文化这么有趣，大家可能想说，那客家文化可能就是在说所谓的故事。对，那说故事这个部分应该算是比较早期在做行销，但我们把语言变成另外一种视觉化的表现的时候，它又是另外一个层面去表达客家文化。那在唐人电视台的记者他们就提到说这个还蛮有趣的。那我们有邀请到当地的社区，田心社区，他们也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请他来做出餐。对，每3场活动都有吃的，然后3场吃的呢都不太一样。尤其是师傅这一块，对，师傅这一块就吃得非常非常的，客家话讲长吹啦，可以长吹，可以澎湃安尼。好，刚人家安尼拍哪有拄到，因为天白拍嘛，按太型的白通，刚唔能有拄到哪个困难？最大的困难当然就是把大家想法给集合起来，然后再来就是要遴选所谓的活动负责人啊、策划人什么，就是各个部门要分得清清楚楚，然后在里面就要互相沟通，然后呢，还有一个专门要打公关，对，就要想办法邀请这些来宾。刚你要按导演啊、睇家乡做事情啊，你只要感觉清太心得很嘛嘅。其实我想做的就是说，能够把客家文化发展出去。那其实发展不用想说要多么的困难，就像来客享宴这样子，大家能够学着讲一点客家话。那台湾有这么多的客家族群，北中南东都有，那我们讲的语言也都有不一样。刚刚有提到海陆腔啊，我们有提到说海陆腔、诏安腔、四线腔，甚至所谓的还有混合的那一种。那各式各样的腔调，当然我们都不想讲，不会在这里提这么多，我们就针对自己这边最大的所谓的四线腔就好。我们先认识一个很基础的东西，不用说你完全都会。那我会笑说，不求甚解就好，但也不能一知半解。对。你讲我唔做嘛，会对客家文化按有兴趣、按想的为伊做某个事情。源头应该就是阿公阿婆嘛，我的家乡。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已经很习惯生活在闽南语的环境，因为毕竟闽南人才是应该是说母语里面它是最大的族群。那客家话其实它是很封闭，只有在几个村庄才有，甚至就是邻居才会讲。那所以客家话其实在台湾的流通性真的并不高，那更别说原住民了。但是原住民他有一个很明确的图腾，或者是说明确的意象，可以让人一眼就看得出来它是属于原住民的文化。那客家跟闽南你要怎么分？不要说硬把它强迫分出来。我们不用说太矫枉过正说啊，这一定要叫客家话部，还是台湾拼部，还是客家蓝山，还是怎么样？那我们不用特别硬把它分出来。但是其实，在研究领域这一块，我们有提到符号，客家人的符号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客家话。那把客家话能够愿意的说出来，其实就达到了所谓的文化保存这一块了。
撒下来还有想要做乜嘅嘛？感覺係佢有嗰種使命啊，佢有計劃嘅人咧。你已經係想講誒撒下來做乜嘅嘢？接下來我會想做的方式就是有要規劃往上進修，因為我想要再把客家文化想想看，它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做。尤其像我覺得好玩的點就是說，客家文化這麼多，北中南東都有的話，那我們就很講的客家話，客家人有一個很好玩的一些祭祀活動，例如甚至不說祭祀啊，包含墾殖活動，流傳到現在的，例如祭祀工業。對，那祭祀工業我也在想說，那祭祀工業如何透過設計來表現？那還有一個，教育部已經在推行母語教學這麼久了，那其實各個村莊，當然各個地方各個村莊都會有他們自己的語言，在比較都市一點講閩南語，在山地的地方就講原住民語，那在客家就講客家話。那我們已經有這樣的系統來做這樣的事情，那其實我會更希望說，那可不可以來把客家話更有趣的表現？所以我覺得客家話可不可以出一個客語字典，或者是客語的圖像化字典等等？那其實這個有很多可以發展的，包含客家人的建築也好，對，如何去辨別什麼是客家人的建築，什麼不是客家人建築又是什麼？其實這個是有很多不同的元素集合起來，然後每一個可以把它一一突破，然後一一的去想，一一的去把它給表現出來。你感覺做這樣多事情對你的影響係乜嘅？影響就是會更希望能夠，因為我自己是好奇心很強的人，我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機會。那我也做過很有趣的事情，我為了調查所謂的墳頭伯公這件事，我還到處跑，不小心跑到那個牛埔的地步。對，那當然就會為了要調查這些，那其實就會說，其實我不太去忌諱這麼多，也不去想這麼多，再加上我自己好奇心也強。那其實不管是做什麼也好，其實任何一個想法，做設計也好，做在文化上面也好，其實更重要的就是說你要尊重這個文化，你才會尊重你自己，然後去知道說自己家鄉有哪些特色，這個文化這個影響其實還蠻大的。幾好嘅結論。今日感謝白順同我哋分享按奇妙嘅故事，多謝。謝謝大家，多謝大家，那謝謝主持人。那可以自己去看看自己的家鄉，想想看自己的家鄉有什麼特色。每一個地方都有它，因為一些墾殖過程也好，什麼樣的過程也好，都會有所謂自己衍生出來的文化。那我們可以在這個文化中能夠做什麼，然後去試着欣賞。謝謝，安之 C。多謝白順，家鄉親朋友冇行開哦，繼續愛談論欣賞，好好運通。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面站，韓國聽業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